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12月15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0篇第1节到第7节，17节到19节。撒母耳下传第7章第1节到17节。加拉太书第3章23节到29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主的应允。主的应允是事实上有侪无同款的层面，伫无同款的时代、无同款的对象上帝的应允的内容也拢会无同款。亲像咱知影，对伫亚伯拉罕的应允就是土地甲后代，因为亚伯拉罕受呼召的时阵，伊军队上帝已经离开着本族、本地甲老爸的家，伊是一位带着家庭流浪的人，所以会当有徛脚的所在，对伊来讲是真重要的一个应允。对伫无有后代的亚伯拉罕甲撒拉来讲，有子孙的应允，对当初时的因来讲也非常的重要。对伫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来讲呢，会通保守着因会当平安度过旷野的40年，互因伫迄个时间内底有够野的食物，这个以及会通战赢所有面对的对敌。上帝互撒母耳的应允也是无共款，甲其他的继任的人。伊是领袖，是先知，也是祭司，伊阁有君王的尊位。上帝也互大卫王、所罗门王的应允，甲以色列人的应允，拢无同款。这是对历代以来上帝所赏赐的应允，从来毋捌改变过。同款的赏赐，互每一个世代的人。这也是咱所知普世的应允，但是上帝却伫这所在设一个条件，就亲像耶稣基督甲军队的人讲，找就互恁找着，接受就要得着。因为这个救恩应允，就是要赏赐互所有的人的。约翰讲，上帝遮尔疼世间人，甚至将伊的独生子赏赐互因，叫所有信伊的人袂得到灭亡，反得到永远活。因为上帝差遣伊的子到这个世间来，毋是要爱定世间人的罪，乃是要借着伊，互伊来得到拯救世间人。上帝透过拿单甲大卫的应允是安尼讲的：大卫住伫宫内底，上主互伊享受太平，无受到对敌的干扰。王对先知拿单讲：你看，我住伫香碧茶所起造的宫殿内底，上帝约柜却住伫迄个布片内。拿单讲：你想要做什么就做吧，因为上主甲你三角地带。但是当暝，上主对拿单讲：你去甲我的仆人大卫，我上主安尼讲：你毋是起造殿宇互我住的人，对我叫以色列人民脱离埃及直到现在。我无有住过殿宇，我一直住伫布片内底，四界来山顶动。伫我甲以色列人做伙
流浪的日子的中间，我从来无忘过我所调牧养我子民的领袖，为什么无替我做一座香柏茶的殿宇？因为安尼，你要甲我的仆人大笔，我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：你伫田野放羊，我要甲你调出来，立你做我子民以色列的王。你无论到去伫什么所在，我拢甲你三甲伫地。我拍败你所有的对敌，我要互你甲世界顶悬最伟大的君王齐名。我为我的子民以色列选一个所在，将因安放伫迄个所在，互因无搁再受到压迫。自从因住伫这个土地以后，因就不断咧攻击人的攻击。伫这个事顶悬无搁再发生，我要互你享受太平，无互任何的对敌来侵扰，也要使恁会有后代。上帝应允大笔要赏赐伊一个国家，并且互伊甲世界上伟大国家的领袖君王齐名，会通享受太平，无搁再受任何对敌的干扰。因为大笔王的顺服，上帝应允将安尼的祝福也赏赐互伊的后代，并且应允要将这个建筑圣殿的恩典赏赐互大笔的囝扫罗君王。相款，上帝赏赐应允，也要求扫罗君王亲像大笔一样，成做一个顺服、遵守上帝诫命的人的君王。加拉太书提到一个概念，就是新的时代、律法的时代。其实并毋是讲旧约，就无讲到信，敢若讲律法。亚伯拉罕被称作信心的老爸，因为安尼咱知影，就是讲应该是安尼讲啦吼。耶稣基督的救恩应允的时代，以及律法应允的时代。所以过去咱看见圣经讲这个旧约人，因想要用律法来帮助人。以色列人行伫上帝的道路顶悬，但是因为以色列人总是软弱，总是离开上帝，搁杀上帝的仆人先知。因为安尼，上帝就将救恩的应允借着耶稣基督赏赐互世间人，包括以色列人，也包括要赏赐互外邦人。约翰福音第3章16节到17节所甲咱讲的，上帝遐尼疼世间人，甚至赏赐伊的独生囝，为了要互信的人袂得到灭亡，反倒得到永远的活命。因为上帝差遣伊的囝来到这个世间，毋是要定人的罪，乃是要借着伊来拯救世界。这是伫应允中间，咱讲的这个实践的时代，是透过人的信，然后会通来得到上帝所应允的救恩。加拉太书也安尼讲着，安尼诚做律法，诚做咱会感互的人。来引带咱，来归向基督。迄个目的是要互咱因为信，通好得到上帝有一个合宜的关系。既然现在是新的时代，法律就无搁再监视咱啦。因大家都爱借着信来对耶稣基督甲伊合一。诚做上帝的儿女，
恁受洗甲基督合一，亲像基督有伊的使命，无分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，奴隶也是自由人，查甫人也是查某人，伫基督耶稣的使命内底，恁拢正做一体啊！如果恁拢属伫基督，恁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，会承受上帝予亚伯拉罕的应允。诗篇80篇第1节到第7节，17节到19节。以色列牧者带约瑟，亲像伫带羊群的上帝啊！求你按耳孔听，坐伫天西基路伯宝座顶的上主啊！求你发出光，求你伫伊发连便雅悯玛拿西的面前，显出你的权能来救阮。上帝啊，求你互阮复兴，互你的面光照阮，阮就得到解救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啊，你对你的子民的祈祷发受去要到偌久？你互阮用目屎准饭食，用规碗目屎做水啉。你互隔壁国因为阮来相争，对敌做阵，甲阮踢笑。万军的统帅上帝啊，求你互阮复兴，互你的面发光照阮，阮就得到解救。愿你的手保护你正平的人，就是你为着家己所竞选的人。安尼，阮就袂背叛你。求你甲阮救我，阮就要求叫你的名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啊，求你互阮复兴，互阮会通得到你面的阳光来照阮，阮就得到解救。感谢主应允保守阮，你用主爱来对待阮，呼召竞选阮来跟对你。求主你帮助阮来对你，紧来对你，时时来提醒阮，转来到伫正路顶悬。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